起立。开班。好，请讲师慈悲前到，一鞠躬。坤道一鞠躬。讲师好，请坐。你坐。好，刚才讲到了那个四大象限，那或许可以看到第一象限或者说有68，第二象限38，第三象限5%，第一象限有5%。那可是到底它算不算成功啊？过去我们习惯用数字来评论，这个有没有成功？跟他的收入有关吗？那个数字，这个业务员好不好，是不是跟他的业绩有关？这学生有没有认真，是跟他考试的分数有关？我说哇，你认真的，我昨天读了3小时，今天考40分，你会说他好，他读的成功了吗？我们背后用数字来评论你的努力付出到底是不是被肯定？可是数字真的说明了一切。一个成绩很好的人，他的人生就等于成功了。他最多只能这张考卷考得不错，或这次段考考得不错。可是我们会扩大解释，这个读册你以后考了台大，你的人生应该就免烦恼。是不是都这样想？是啊。台大会不会出现症结？有没有去想这个问题？有一个内闹事件的那个，对不对？他是台大的硕士生呢，他还会这么残忍的对待动物。但我们发现他这样对待动物呢，他是个思想，我们觉得是危险负线。就是他专门对他进行辅导，后来发现多好。这个台大的硕士生为什么变成累积到今天这样的结果？运动30，非遗40。正解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也不是1天2天就完成。当他已经出现状况的时候，这个社会的辅导机制提醒之没有对他产生正面的作用。前面我也讲过，我们都听了很多道理，但是都是马耳边风，对不对？自己听的。是说你来提醒他机器人不要浪费掉。我们这辈子应该努力的、积极的奋斗我们的人生，不是没有提醒我们要活着，要努力的为我们死后的世界去思考。无论我要把它改善，但是呢，我们有听进去吗？所以，当我们在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要想，我们能不能用一定有限的数字或证据去推论一个人的人生全部？很难的，所以人生难论定。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论定？盖棺才能论定。但盖棺就一定什么都知道吗？或者读历史的，史书的学者去写一个已经离开人世间的人的历史评论，都尚有争议。就像秦始皇、汉武帝，这史学家最容易研究，对不对？那评论下来的结果，盖棺论定了吗？都没有。所以，怎么样的人生才叫做成功的？怎样对？是很难论的。但是有一些我们可以论的是失败的、错误的。各位，刚才写这个是失败，对不对？就比如说正解，我们还会说他的人生盖棺论定还不见得不好，是吗？就他说的这件事情，有没有明显让出现出善恶具体标准值的现象？我们可以认定他北捷善的案件是错误，是罪恶的。那我们来论一个人，是因为一个人的一生有功有过，有好有坏，有善有恶，全部加起来的结果难以论定而已。但如果针对单一事件，要给他公布论定是比较可行、可能的，对不对？那只是你这一辈子只是加减减的结果，公布是能够相比或者是体现出它的数字所以数字不代表人生的一切，不过很多人落入了数字的迷失，就是这样有点可惜。